有時朝早一打開門，突然見到一隻雀仔企喺窗邊，或者有隻黃色蝴蝶飛入露台，甚至有隻從來未見過嘅貓貓狗狗靜靜坐喺你屋企門口，你第一個反應會係點呢？相信好多人都會即刻關門、拍打玻璃、大聲喝走佢，甚至攞掃把、拖把或者硬物趕佢離開。因為大家驚污糟，驚有細菌，驚佢整亂屋企，驚影響鄰居，更加驚呢啲突然出現嘅動物會唔會代表屋企就快發生一啲唔好嘅事。但係我要提醒大家，最值得擔心嘅未必係動物走近你屋企，而係你根本未分清楚發生緊乜事，一見到就用最激烈嘅方法處理。因為從家居風水同氣場角度嚟睇，有啲動物主動走近一間屋並唔一定係壞事。有時佢哋所反映嘅係你屋企附近嘅環境比較穩定，有光線、有水氣、有植物、有可以休息嘅地方，亦代表嗰個位置冇太強烈嘅威脅感。動物對環境嘅變化往往比人更加敏感。人住喺一間屋入面住得耐，可能已經習慣咗啲霉味，習慣咗空氣唔流通，習慣咗門口堆滿鞋，習慣咗廚房有少少滴水，亦習慣咗屋企人一開口就互相埋怨。但動物唔會理你習唔習慣，佢哋只會按照自己對安全、溫度、氣味、食物同環境嘅感覺決定接近定遠離。所以有時一隻動物突然出現，未必係神秘預言，更加唔代表聽日一定發達，但佢可以成為一個提示，提醒你屋企嘅氣流、生氣、濕度、光線，甚至家庭氣氛可能出現咗一啲值得留意嘅變化。今日我要講嘅5種動物，頭4種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曾經見過，可能喺窗邊，可能喺走廊，可能喺露台，亦可能喺地下鋪頭或者新界村屋門外。但最後一種係最多人一見到就會驚慌，亦係最唔可以亂處理嘅一種。如果處理錯咗，唔單止會破壞家宅環境，仲可能會令人受傷，為屋企帶嚟真正嘅危險。所以今日大家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唔係叫你盲目相信見到動物就會發財，而係要教你分清楚邊啲現象可以提醒你家中生氣正在改善，邊啲現象提醒你要處理家庭關係，邊啲代表附近環境有食物、水源或者隱藏問題，見到之後應該做乜，有啲咩情況絕對唔可以自己行緊。首先，大家要明白，動物唔會完全無原因咁選擇一個地方。一隻雀仔肯停喺你窗邊，可能係因為有陽光、有遮擋風雨嘅位置，或者附近冇太大噪音。一隻蝴蝶飛入露台，可能係因為你種咗花草，環境有自然氣味。一隻貓或者狗坐喺門口，可能係因為嗰度比較安靜，冇人傷害佢，或者附近有水同食物。就算係蛇出現，都通常唔係專登走嚟嚇你，而係附近可能有潮濕位置、草叢、老鼠、昆蟲，或者一條適合佢移動嘅通道。動物選擇環境通常會留意光線、溫度、水源、氣味、藏身位置、聲音同安全感。香港好多住宅地方細，高樓大廈又多，動物最常靠近嘅位置包括窗台、冷氣機平台、露台欄杆、後樓梯、通風走廊、廚房後門、花盆附近，或者朝早有陽光照入嚟嘅地方。從現實角度嚟睇，呢啲地方只要有少少水、有少少食物、有遮擋，已經可以吸引雀仔、昆蟲同流浪動物。而從風水角度嚟睇，屋企大門係納氣口，窗同露台亦係接收外界氣流嘅位置。如果你屋企大門乾淨，冇堆滿鞋，冇垃圾袋，冇發霉味，門可以順利打開，燈光唔會太暗，咁外面嘅氣進入屋企時自然會比較暢順。相反，如果一打開門就見到10幾對鞋亂放，紙皮箱塞住通道，垃圾袋長期掛喺門柄，牆角又濕又黑，門鉸仲要吱吱聲，咁唔單止風水氣場容易沉重，住喺入面嘅人亦會每日受到影響。有啲人會覺得門口亂少少有咩所謂，反正入咗屋就睇唔到。但其實人每日返屋企，第一眼見到嘅環境會直接影響情緒。如果一返屋企就要跨過鞋，避開雜物，聞到垃圾味，個心自然容易煩躁。心一煩躁，講嘢就容易衝，屋企人之間容易為小事爭拗，買嘢同用錢亦容易變得冇耐性。所以風水所講嘅氣唔係一樣完全睇唔到、摸唔到嘅神秘力量。好多時氣就係光線、空氣、氣味、動線、聲音同人嘅情緒互相影響。動物出現唔等於你一定發達，
但佢可以提醒你屋企最近係咪光猛咗，係咪通風咗，係咪多咗植物，附近係咪多咗水源，又或者有一啲潮濕、食物殘渣同昆蟲問題未處理。所以見到動物時，唔好只係問吉定凶，你要問嘅係佢喺邊個方向出現，幾點出現，只係經過一次定係連續幾日都返嚟，嗰個位置乾唔乾淨，有冇積水，有冇漏水，有冇食物殘渣，近期屋企有冇裝修，有冇搬動大型家私，屋企人係咪經常爭吵，呢啲先係真正有用嘅觀察。第一種動物就係雀仔，雀仔飛到窗邊，尤其係一啲細小雀鳥，例如麻雀，通常最容易喺香港住宅見到。佢哋可能停喺窗台，企喺露台欄杆，落喺冷氣機頂，或者停喺花盆邊。如果只係偶然飛過，未必有太大意思。但如果雀仔停得比較安定，冇顯得非常驚慌，間中輕輕叫幾聲，甚至連續幾日都喺差唔多時間出現，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嗰個位置嘅環境。雀仔本身係活動性高嘅動物，佢哋飛來飛去，代表流動、消息同變化。從五行象徵嚟講，雀仔嘅活動同聲音帶有木氣，木代表生長、伸展、開始同聯繫。當一間屋長期封閉，窗簾唔開，空氣唔流通，住喺入面嘅人容易感覺冇精神，做事拖延，計劃講咗好多次都冇開始。但當你開始清理窗邊，打開窗簾，俾朝早嘅光線入屋，空氣流通咗，植物亦生得健康，雀仔自然較容易靠近。如果雀仔經常喺東面或者東南面嘅窗邊出現，木氣嘅象徵會更加明顯。東面通常令人聯想到開始行動同家庭成員之間嘅互動，東南面就經常同人際關係、外來機會同財氣流動有關。呢個唔係話雀仔一企喺東南面你就即刻中獎，真正嘅意思係當一個位置變得光猛、清潔、有生氣，人嘅精神狀態會改善，與人相處會舒服啲，做決定亦會清醒啲。一個人精神好，講嘢有條理，見到機會時敢於回應，見到風險時識得停手，呢啲就係真正有利財運嘅條件。例如有一個家庭住喺一個面積唔大嘅單位，以前露台堆滿紙箱、舊凳、壞咗嘅風扇同唔再使用嘅雜物，窗簾長期拉埋，屋企日頭都暗暗沉沉。屋企人返到屋企，成日覺得攰，兩公婆經常因為家用同子女問題爭拗。後來佢哋決定清理露台，調走壞咗嘅物件，洗乾淨玻璃，朝早拉開窗簾，留一個位置放健康植物。過咗一段時間，雀仔開始間中停喺窗外。雀仔唔係為佢哋送錢嚟，但雀仔出現反映嗰個地方由原本又暗又塞，變成較光猛、較通風、較有生氣。屋企人情緒改善咗，爭拗少咗，個人專注力好咗，處理金錢時冇咁急躁，呢啲先係所謂家運開始穩定。如果雀仔停喺窗邊，你可以保持窗台清潔，朝早適當打開窗簾，喺安全又唔影響鄰居嘅情況下，可以放少量乾淨食水，但唔好放大量食物，因為食物過多會吸引大批雀鳥，亦可能引嚟老鼠、曱甴同其他衛生問題。香港樓宇密集，如果雀糞、食物殘渣影響到樓下或者隔離，亦容易引發鄰里矛盾。你亦要檢查窗網有冇破損，避免雀仔飛入屋後困住。見到雀仔時，唔好突然拍打玻璃，唔好攞硬物掟佢，更加唔好使用危險黏膠或者會令動物受傷嘅陷阱。一個人見到細小生命時，能夠保持平靜，已經係一種好氣場。雀仔提醒你嘅係消息、生氣同流動。但第二種動物所提醒嘅就唔單止係消息，而係屋企人之間嘅感情，同一啲你可能已經忽略咗好耐嘅緣分。第二種動物就係黃色或者顏色較明亮嘅蝴蝶。香港雖然高樓多，但一啲近山、近公園、近屋苑、花園或者露台有種植物嘅家庭，間中都會見到蝴蝶飛近。有時蝴蝶會喺露台附近繞幾圈，有時停喺門邊，有時飛入客廳之後，由四周尋找出口。亦有啲人會見到蝴蝶停喺花盆附近，甚至靠近神台或者紀念先人嘅位置。蝴蝶對自然環境非常敏感，佢哋會被花、植物、光線、濕度同自然氣味吸引。如果一隻蝴蝶願意靠近你屋企，首先反映嘅可能係嗰個位置有一定木氣同生氣。黃色喺五行入面經常歸入土，土代表穩定、承托、
家庭根基，亦代表人與人之間能否互相信任。所以民間成日將黃色蝴蝶同家人、故人、舊緣同思念聯繫埋一齊。有啲人見到黃色蝴蝶就話一定係離開咗嘅親人返嚟。呢一點我哋唔需要過度肯定，因為冇人可以單憑一隻蝴蝶就斷定生死同靈界嘅事情。但你可以將呢個現象當成一個溫和嘅提醒。最近你有冇因為忙而好耐冇打電話俾兄弟姊妹？屋企有冇一位老人家心情唔好，但又唔願意講？兩公婆有冇一件舊事，表面上好似過咗，心入面其實仲有條刺？神台、祖先位置或者放家庭相片嘅地方，係咪已經積咗好多塵？有時真正影響財運嘅唔係屋企少咗一件招財物品，而係一家人之間冇咗信任。家庭不和會令錢以好多實際方式流失。有人心情唔好就不斷購物安慰自己，有人同伴侶爭拗就故意隱瞞收入同支出，有人對子女失望就亂咁俾錢，希望用金錢換感情。老人家長期擔心家庭矛盾，瞓得唔好，身體變差，醫療開支自然增加。所以保持家庭和氣本身就係一種守財方法。見到蝴蝶飛入屋，最適合嘅做法係保持安靜，打開窗或者露台門，俾佢自己矮路離開，唔好用手大力捉住佢，因為蝴蝶翅膀非常脆弱。你亦可以趁呢個機會清理枯枝、枯葉同凋謝嘅花，檢查花盆有冇積水，保持神台或者紀念位置乾淨整齊。如果你好耐冇聯絡屋企人，不妨主動問候一句，唔需要講大道理，只係問一句食咗飯未，最近身體點，已經可以令一段關係重新流動。但唔好一見到蝴蝶就立即喺密封屋入面燒大量香燭，亦唔好用呢個現象去預測邊個有災有病或者幾時會離開。真正好嘅風水令人安心，而唔係令人更加恐懼。第三種動物就係陌生嘅狗，有時喺地下鋪頭、村屋、貨倉、後巷甚至屋苑走廊，會突然見到一隻唔認識嘅狗坐喺門邊或者瞓喺附近。見到陌生狗時，第一件事唔係判斷佢係咪帶財，而係先觀察佢嘅狀態。如果佢冇不停吠、冇露牙、冇向人衝過嚟，只係坐喺一邊睇落好攰、好渴，或者似係緊安全地方，咁可能係一隻走失、受傷或者暫時需要休息嘅狗。喺傳統文化入面，狗象徵忠誠、保護、警覺同守門，所以亦有人將狗同貴人聯繫起來。從五行象徵嚟講，狗常被認為帶有土性，同時有少量火性。土有穩定作用，火就代表主動、反應同保護。所以陌生狗安靜咁停喺門邊，可以被理解成一個提示，提醒你留意身邊係咪出現咗願意幫助你嘅人，或者提醒你要重視家宅安全。所謂貴人運，唔一定係有人突然拎一大筆錢俾你。一個真正嘅貴人，可能只係提醒你一份合約有問題，令你避開損失。可能係鄰居聞到味，通知你檢查電線。可能係朋友介紹一份適合嘅工作，亦可能係有人喺你屋企有事時，肯幫你照顧老人家同小朋友，能夠幫你減少錯誤、減少損失、減少危險嘅人，已經係貴人。但大家千祈唔好因為聽到狗代表貴人，就立即行近摸佢，或者俾小朋友同寵物走埋去。首先要睇狗有冇頸圈，有冇受傷，有冇流口水，有冇行路唔穩，有冇表現得非常恐慌或者具攻擊性。最安全嘅做法係保持距離，喺適當位置放一碗乾淨水，影低相片，問下鄰居，有需要就聯絡相關救援機構。唔好用腳踢，唔好用掃把打，亦唔好用大聲叫喊刺激佢。因為一隻原本只係驚同攰嘅狗，受到圍堵之後可能會出於自衛作出攻擊。同時唔好長期喺大門口放大量食物，因為咁樣可能令動物長期聚集，產生氣味同衛生問題，亦會影響鄰居出入。陌生狗出現，除咗令你留意動物本身，亦可以順便檢查一下大門附近嘅環境。門邊係咪有漏水？鞋櫃係咪太滿？垃圾桶係咪貼住門口？鏡係咪正正照住大門，令住喺入面嘅人一開門就受到視覺刺激？屋企人最近係咪經常爭拗、瞓得唔好，或者成日覺得錢無端端使咗出去？好多時人所講嘅破財唔係一夜之間唔見晒，而係每日有細細筆錢，因為混亂、疏忽同壞習慣慢慢流走。第四種動物就係三色貓或者陌生貓。貓同狗唔同，狗通常會比較直接表現出情緒，貓就更加謹慎。
佢會先坐喺一個位置觀察，睇下有冇危險，先決定行近定離開。如果一隻三色貓或者陌生貓經常喺差唔多時間出現，安靜坐喺門邊舔毛，望住屋入面又冇亂叫冇破壞，咁代表嗰個位置至少令佢覺得相對安全。三色貓常見嘅顏色包括黑、白、黃或者橙。黑色帶有水性，白色帶有金性，黃色偏土，橙色亦帶少量火性。多種顏色共存，令人聯想到五行之間嘅流動同配合。喺東亞文化入面，貓經常同人緣、客源、買賣同小額流動財氣有關。尤其三色貓亦經常被視為帶有人緣同招客象徵。但呢個象徵唔代表一隻貓坐喺你門口，女人就一定發達，鋪頭就一定生意興隆。更加實際嘅理解係，三色貓提醒你留意家中負責日常財務同人際聯繫嘅人。好多香港家庭，女性負責管理日常生活費、安排買項、照顧老人家、聯絡親戚、處理家庭雜務，亦經常決定屋企要買乜、換乜同調乜。如果負責管理家庭嘅人長期身心疲倦，買嘢容易衝動，面對親戚要求又唔識拒絕，家庭財務自然容易失去平衡。所以三色貓所帶出嘅提醒係，守財唔單止靠湊大錢，亦要管理好每日細小支出。一杯飲品、一件唔需要嘅衣服、一個重複訂閱、一盒買返嚟但冇人食嘅食物，睇落每次只係幾十蚊，但一年累積起上嚟可以係一筆唔細嘅數目。見到陌生貓可以喺適合位置放乾淨水，如果決定餵食就應該用適合貓食用嘅食物，唔好長期只餵白飯，更加唔好放啲太鹹、太油或者有骨頭嘅人類食物。食物亦唔好全日擺喺大門口，否則會引嚟螞蟻、曱甴、老鼠，甚至令其他動物聚集。如果打算帶貓入屋，亦應該先檢查有冇主人，同埋安排健康檢查，唔好單憑一個好兆頭就突然將陌生動物抱入屋。同一時間，你可以檢查客廳嘅財位。一般人最容易理解嘅明財位係由客廳入口望入去斜對角嘅位置。呢個位置唔需要放滿昂貴水晶、金色雕像或者巨大擺設，最重要係乾淨、穩定、冇漏水、冇垃圾、冇壞物件。如果財位堆滿紙箱、壞電器、過期單據、債務文件、枯死植物，咁你每日一望見嗰個角落，潛意識都會覺得壓力同混亂。財位可以放一盆健康、葉片、圓潤嘅植物，但唔需要越多越好。植物一旦枯黃就要處理，因為真正帶來生氣嘅係健康同整潔，唔係植物嘅數量。第五種動物係最多人一見到就驚，亦係最唔可以亂處理嘅一種，就係蛇。無論係青色、啡色、黑色，定係身上有花紋，只要係蛇，第一原則永遠都係安全。唔好因為蛇係綠色就認定佢冇毒，唔好因為佢爬得慢就覺得佢唔危險，更加唔好因為佢冇主動攻擊就行近影相、拍片或者嘗試捉住佢。普通人非常難單靠顏色同外形準確分辨蛇嘅種類，光線、年齡、距離同角度都會令判斷出錯。蛇出現時，首先要將小朋友同寵物帶入安全位置，保持足夠距離，唔好堵住蛇離開嘅方向，唔好用棍打，唔好自己用袋、桶或者夾子捉。如果可以安全做到，可以關閉通往屋內較深位置嘅門，防止蛇進一步進入，但千祈唔好為咗關門而走到蛇身邊。之後應該聯絡有經驗嘅專業人士或者相關部門處理。安全處理完成之後，先至可以講風水象徵。喺東方文化入面，蛇經常象徵轉化、適應、隱藏智慧同能量流動。蛇會蛻皮，所以亦令人聯想到舊狀態結束，新階段開始。但真正實用嘅做法唔係見到蛇就以為橫財將到，而係立即檢查附近環境，屋企附近係咪有潮濕草叢，去水位係咪淤塞，牆角係咪長期積水，水管係咪漏水，附近有冇老鼠同大量昆蟲，東面或者東南面係咪有一堆雜物，底下又濕又暗。蛇多數係因為環境適合同埋有食物來源先會靠近。如果附近有老鼠，蛇自然可能跟住出現。如果花園或者露台植物太密，底下又有積水，亦會增加動物藏身機會。而漏水、潮濕、老鼠、昆蟲同去水問題本身已經同破財有直接關係。漏水會增加水費，同時破壞牆身、地板同櫃；潮濕會令衣物、家私同電器受損；老鼠同昆蟲會污染食物，
增加清潔同維修成本，環境有異味，亦會影響睡眠同健康。所以見到蛇，真正應該理解嘅係環境可能有一個你一直冇發現嘅問題。唔好殺蛇求安心，唔好行近蛇求財，唔好放食物希望佢再返嚟，更加唔好用一件風水擺設代替真正嘅清潔、維修同安全處理。真正嘅風水唔係叫你見到危險都唔理，而係教你先穩定自己，再正確處理環境。心唔亂，屋企先唔亂；環境安全，財氣先守得住。當你見過雀仔、蝴蝶、陌生狗、三色貓或者蛇之後，有5個位置一定要檢查。第一個位置係大門，大門係每日出入最多嘅地方，亦係一間屋俾人嘅第一個感覺。你要睇下門口有冇太多鞋阻住通道，垃圾桶係咪放得太近，門有冇攔開，門鉸有冇發出刺耳聲音，燈光係咪太暗，有冇霉味同濕氣。有啲家庭因為地方細，所有鞋都堆喺門口，其實唔需要將全部鞋擺晒出嚟，只保留最常用嘅幾對，其餘放入櫃或者收納好。垃圾袋唔好長期掛喺門柄，亦唔好等到有汁滲出先掉。門同門柄要定期清潔，因為每個人出入都會接觸。門鉸如果鬆咗就盡早修理，唔好每日聽住吱吱聲仲覺得冇所謂。持續出現嘅刺耳聲音會令老人家同小朋友更加不安。第二個位置係客廳財位，財位最怕亂、壞、濕、空同不停受到強風直吹。如果斜對角位置放咗壞風扇、舊紙箱、枯植物、過期單據，應該逐樣清理。有啲人將所有風水物品都堆喺同一個角落，金元寶、貔貅、水晶、錢幣、流水擺設一齊放，結果唔單止冇美感，仲積滿灰塵。電線纏埋一堆。財位唔係擺得越多越好，乾淨有光，有一件健康植物或者一件令你感覺安定嘅物品已經足夠。第三個位置係廚房，廚房代表一個家庭點樣管理食物、能源同生活資源。你要檢查煮食爐有冇安全問題，煤氣喉有冇老化，水龍頭有冇滴水，米缸有冇受潮，雪櫃同櫥櫃係咪塞滿過期食品。有啲家庭覺得食物掉咗浪費，所以過期好耐都唔肯清，但真正嘅浪費係買咗冇人食，放到壞先至丟。所以守財唔係將所有嘢死都唔掉，而係買之前想清楚，買咗就妥善使用，壞咗就及時處理。水龍頭持續滴水，一日睇落唔多，但長期落去就係金錢同資源流失。爐具附近堆滿油樽、紙巾同雜物，亦會增加危險。保持廚房乾爽、整潔同安全，就係守住一家人嘅食祿。第四個位置係露台同窗邊，呢度係雀仔同蝴蝶最容易出現嘅地方，亦係最容易積水同藏污納垢嘅地方。檢查花盆底有冇積水，植物有冇枯死，舊物有冇遮住陽光，窗網有冇破損，冷氣機附近有冇太多塵同污水。植物唔係越多越有生氣，植物太密，空氣唔流通，底部長期潮濕，反而會吸引昆蟲同小動物。枯葉要剪，死咗嘅植物要處理，積水要清，唔好因為覺得有植物就一定好而忽略咗衛生。第五個位置係睡房，好多人只講財位唔講睡房。其實一個人如果長期瞓得唔好，精神差，判斷力下降，就算有機會嚟到面前都未必捉得住。檢查床頭係咪太近窗，夜晚係咪經常受到風光同噪音影響，鏡有冇正對住床，令你半夜醒來時受到驚嚇。床底係咪塞滿舊衣物、紙箱同多年冇用嘅物件，手機、充電器、顯示燈係咪成晚亮住？亦唔好將大量賬單、欠款文件同工作資料放喺床上，床係休息嘅地方。如果每日臨瞓之前都望住金錢壓力，個腦自然好難安靜。睡房整齊唔代表一定大富大貴，但充足睡眠會令你思路清楚、情緒穩定，呢啲都係守財同避開錯誤嘅基礎。最後我要提醒大家3個最容易令所謂好兆頭變成破財嘅錯誤。第一個錯誤就係一見到動物就立即迷信，見到雀仔就以為有大生意，見到蝴蝶就以為一定有人送錢，見到貓就走去買一大堆招財物品，見到蛇就即刻走去投機買號碼或者作出高風險決定。呢啲唔係風水，係用一個自然現象合理化自己嘅衝動。風水永遠唔可以代替工作，唔可以代替儲蓄，唔可以代替健康檢查，唔可以代替維修屋企。
亦唔可以代替冷靜判斷。真正有財運嘅人，唔係每次見到兆頭就亂出手，而係知道幾時應該行動，幾時應該停，幾時要保守，幾時要求證。第二個錯誤就係反應太激烈，傷害動物，亦破壞家庭氣氛。有啲人一見到動物就尖叫、拍打、亂擲物件，令老人家受驚，令小朋友大喊，亦令鄰居不滿。即使唔講風水，咁樣已經破壞咗家中和氣。一個人遇到突發情況時嘅反應，會影響成間屋。你越慌，其他人越慌；你越暴躁，屋企人越容易跟住暴躁。保持冷靜，分清危險，用合適方法處理，先係真正穩定氣場。第三個錯誤就係只望住所謂預兆，完全忽略環境原因。貓嚟可能係因為門口有食物殘渣，狗嚟可能係因為嗰度有水同遮陰，蝴蝶嚟可能係因為種咗花，雀仔嚟可能係因為有地方築巢，蛇嚟可能係因為附近有老鼠同濕氣。如果你只係不停研究代表咩財運，卻唔處理真正原因，問題就會越嚟越大。食物殘渣會引嚟昆蟲，積水會滋生蚊蟲，老鼠會咬壞電線，動物長期聚集亦可能影響鄰居。所以風水好一定要同衛生、安全、維修同人情配合。今日講嘅5種動物，並唔係保證你見到之後就一定發財。雀仔提醒你保持家中生氣，令光線同空氣流動。蝴蝶提醒你珍惜家人，處理舊有心結，因為家庭和氣本身就可以減少好多無謂損耗。狗提醒你重視保護、責任同真正願意幫助你嘅人。貓提醒你管理日常小額支出，維持人際關係，尤其唔好忽略家中長期負責照顧同理財嘅人。蛇提醒你保持冷靜，將安全放喺第一位，同時檢查潮濕、漏水、蟲鼠同環境隱患。好風水從來都唔係極端迷信，亦唔係屋企擺得越多發氣就越有錢。真正好嘅風水係大門乾淨、空氣流通、光線舒服，屋企人相處穩定，漏水即刻整，垃圾唔好堆，壞咗嘅物件唔好留，財位唔好亂，夜晚瞓得安穩，遇到事情唔好自己嚇自己。財運唔單止係大到幾多錢，更重要係你能唔能夠守住，能唔能夠減少錯誤，能唔能夠避免因為情緒同疏忽造成損失。一間屋長期混亂，人嘅心亦容易亂，人心一亂，講嘢會得罪人，買嘢會衝動，投資會心急，家庭會爭拗，身體亦容易出問題。所以改善風水最實際嘅第一步，唔係即刻買昂貴物品，而係先清理一個角落，修理一個漏水位置，掉走一件已經壞咗嘅物件，打開一次窗簾，同屋企人好好講一句說話。大家睇完今日呢段內容，可以立即檢查5個位置，睇下大門係咪堆滿鞋同垃圾，睇下客廳財位有冇枯植物同壞物件，睇下廚房有冇滴水、過期食物同安全問題，睇下露台有冇積水、枯葉同太密嘅植物，再睇睡房床底係咪塞滿雜物，夜晚係咪有太多光線同聲音。只要你發現一個問題，並且今日就處理好，已經係改善家運最實際嘅行動。唔需要等吉日，唔需要等人送法器，亦唔需要等一隻特別動物再出現。因為當你願意清理環境、穩定情緒、重視家人、修補漏洞，財氣先會有地方停留，福氣先唔會因為生活中嘅小錯誤慢慢流走。你屋企最近有冇出現過雀仔、蝴蝶、陌生貓狗或者其他動物？又或者你屋企最近正面對漏水、財位雜亂、家人爭吵、瞓得唔好、錢成日留唔住嘅問題？歡迎大家留言講低你見到嘅情況，同埋動物出現喺屋企邊一個位置。我哋之後可以再逐樣分析，睇下係環境問題、生活習慣定係家居氣場需要調整。記住，真正好嘅風水唔係令人迷信，而係令人清醒。保持大門乾淨，保持屋企安靜，保持空氣流通，保持心情穩定，唔好做傷害生命同破壞環境嘅事。當屋企整齊，家人和氣，身體健康，做事冷靜，財運自然會比以前穩定。請訂閱頻道。